第206首，至悬的主做我的光，咱请琴来弹一遍。咱来对头念一遍第1节的歌词来请。至悬的主做我的光。搁伊甲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快乐，什么为互我惊？来第2节，虽然对敌大责赢，大阵责赢，我心拢无摇喘。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也自在无错。好，那我们先来唱前面2节，来请。至宽的主做我的光，可以靠我救命，做我生命的大快乐，是咪为好我行？咱搁唱一遍来。至宽的主做我的光，可以靠我救命。这首歌看起来是一个真平常的圣诗嘛，对无？咱来介绍一个这个作词的作词者，这个作词者是叫做梅间务牧师，咱唔知有听过无？其实梅间务牧师是伫早期对台湾宣教真重要的一个宣教师，梅间务牧师可能大家较无熟，但是同期咱来当知影伫。南部的是马雅各牧师、兰大卫牧师、巴克里牧师，梅间务牧师嘛是一个真重要的宣教。北部就是马街，有啥物无共款？我看迄个资料，上无共款的是，亲像马街牧师，亲像兰大卫牧师，因拢是以医疗、以教育在开始因的宣教。但是梅间务牧师无共款。伊是用迄个布道大会的迄个形式，伊是用布道的形式来开始伊的宣教，所以有人称作这个梅间务牧师叫做台湾的保罗，因為伊的宣教就是用布道的方式在宣教，所以咧布道的时阵，有当阵嘛爱写一些歌词嘛，歌词的一寡伫布道会内底唱，所以这歌词就是伊写的一个歌词，所以咱会当知影，梅间务牧师伊看重的是啥物，伊要用啥物款的歌词来吸引人来信上帝。咱来看，继续咱读第3节来请。我捌对主讨一项事，你以爱的即前。通一世人徛去伊厝，看主美妙灿烂。第4节，灾难的时，伊要压我，放目伫伊布边。继续，危险的时，下我悬悬伫石门顶徛起。咱看其实迄个歌词拢是对圣经出来的嘛，拢是你看诗篇拢有。迄个同样的这个意境伊要压我，就是好像要把我放在对翅膀的下面，因为但是迄个中文大概咱看无，袂晓读，或是压我，放目伫我伊布边。咱第5节来请，主迄时对我讲一句，恁着心无见我心随时对你应讲。主啊，我爱近我。来第6节，互我得救我的上帝，求你明无的，
捌帮赞，唔通放散，无得赶我，哦，这歌词还是有一点点的困难。来去对第三节，来继续唱，来唱。我把你手托起行书，一海的之餐，当你谁让他起处，拿出你了灿烂的西山，在咱的心。这是咱第一首的信息。咱看第二首，我要忠实。505，咱请琴来弹一遍。我要忠实，这首歌应该拢真实。好，来我来读一遍。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纯真，因为有人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正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用克服人生艰难。这首歌的作词者是一个宣教师，Howard Walter。伊真特别，伊是出生伫迄个美国的东岸，甘乃迪克州。伊真少年时阵，20几岁时阵就开始伊的海外的一个宣教。大生伊是去到日本。这首歌是伊伫日本的时阵写批。甲伊的妈妈的通信，伊是甲妈妈讲伊的信念。所以咱唱信息的时阵，对于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咱会看伊的这个宣教书，伊的信念是安怎？但是伊的宣教无一帆风顺，伊日本以后，伊搁去一个所在，去到印度，去到印度迄个所在去宣教。伊35岁时阵，伊就过身啊。为什么死亡？因为那时候的迄个1918年迄个西班牙大流感，伊是死伫迄个印度的这个所在伫宣教迄个当中，嘛是真互人敬佩的一个迄个宣教师。咱来唱这505首，来唱。我要忠实，无辜负人的信任，我要关心，我要坚强，面对世间真苦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我要勇敢，克服人生艰难。第二节，我要。我
今天的礼拜。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奏乐。主啊，求你开我的喙唇，我的喙就要报扬你的好名声。因为你无爱祭物，若爱，我就要献。小祭你也无欢喜。上帝所爱的祭，就是忧伤的心。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无要看轻伊。三角来吟诗乌鲁上帝，圣诗206首。圣诗206首，请起立。
即时用使徒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四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路因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骨公同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角用诗篇148篇来应答上帝的话，恁着乌鲁上主。伊的证书者，恁着乌鲁伊。日甲月啊，恁着乌鲁伊。天顶的天，甲天以上的水啊，遮个拢着乌鲁上主的名。伊将遮个建立到永永远远。对地上着乌鲁上主，就是大鱼甲一切亲缘。大山甲一切小山，结果子的树甲一切百香树。少年人，世上的君王甲万民，贵族甲世上一切审判官，遮个拢着乌鲁上主的名。伊兴起伊的百姓的角，互以圣的百姓拢乌鲁伊。恁着乌鲁上主，同心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伫主日的早起，甲阮聚集伫遮，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乌鲁你。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将来永远伫地的神。独独你是荣耀尊贵，牵得受阮乌鲁的上主。伫你的宝座的面前，阮谦卑敬拜你。愿你的荣耀悬过全地。阮要因为你的厝、你的圣殿的福气来心满意足。你是创造天地的主，拯救阮的上帝。你用威严并公义来应阮。你是地极甲海面远远的人，拢总所倚靠的。日出日落的所在，你互因拢欢喜。你眷顾土地，落雨灌压伊。你安尼备办土地，就是替人备办五谷。其中所发生的，得到你赐福。你用你的恩典做年冬的免流，你的路径拢有油得滴。今仔日是今年上尾一摆的主日礼拜，感谢上主为年头甲年尾时常看顾阮。你的慈爱甲平安总是陪伴阮。感谢你供应阮一切的需要，互阮拢无欠缺。感谢你伫阮拄着困难的时，想赐互阮安慰甲帮赞，互阮有气力继续向前行。感谢你，互阮伫多变的世界中，会当因为你毋捌改变的应允，得到平安甲喜乐。阮满心感谢乌鲁你。伫过去一年，毋管是行过关山，还是深谷，你的恩典拢无离开，你的恩手拢带领着阮。回顾过去一年，阮也有真侪亏欠得失你的所在，拢恳求你怜悯。赦免阮的亏欠甲罪过，恳求主耶稣的保惠，搁一摆来洗清阮的罪过。求你甲阮创造清气的心，
互阮的内面有换新正直的神，将你的真理甲你的心意显明互阮，引带阮，互阮伫思想甲言行会当亲像主耶稣，帮助阮照时读经，常常祈祷，每一工拢有你的同在，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当阮回顾过去一年，阮感谢你的恩典，大大超过阮所应得的。即时，阮谦卑伫你面前，恳求你照着丹牧师的讲道，将你的真理授予互阮，照着你的话语改变阮，互阮会当合你的心意。阮恭敬献上今仔日的礼拜，愿阮的敬拜甲乌鲁会当得到你的欢喜接纳。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阮即时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讲。
请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歌罗西书3章12到17节，伫台语汉字本圣经231页。新约歌罗西书3章12到17节，伫台语汉字本圣经231页。恁既然互上帝所敬，是圣也得着疼的，就用怜悯的心、甲仁慈、谦卑、温柔、吞忍来称。即使二比有邪嫌，就着三宽容、三赦免，亲像主捌赦免恁，恁也着安尼。伫遮的顶面，着穿真爱，就是完全的结连。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心内做主，恁受调成做一体，也是为着即个。搁着感谢，着互基督的道理伫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用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苦劝，对稳定伫心内的人来侮辱上帝。搁凡所做的，或是讲，或是行，拢着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爸上帝。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上帝的选民。兄弟姊妹，大家平安。顶礼拜，咱伫咱的教会做伙庆祝圣诞。伫礼拜中间有2位囡仔的洗礼，咱也做伙领受圣餐。下晡，咱嘛伫上山车头隔壁一个广场举行有一个爱分享松山的活动。伫中间有诗歌，咱敬拜舞蹈团诗歌的演唱，嘛有甲咱关系真好上山国小的校长弦乐团放纵的演出。另外4周围嘛有无共款的摊位，这摊位是社会福利机构的摊位，所以嘛有真侪人去咱教会社青所设计的一个关系，也所出席的一个闯关活动，也是咱教会乔恩伊伫遐做的创意气球的摊位。根据阮迄个摊位所准备的礼物，伫迄天统计差不多有170位的民众知影耶稣会出世。伫圣诞节前后的几天，教会中一当天嘛分做几啊队，到兄弟姊妹厝里来报佳音。24号暗暝，社青嘛举办报佳音的活动，互过路的人会当入来教会，做伙来做一寡物件，做伙伫遮来玩游戏、食一寡的茶点，来认捌耶稣的出世。哦，真热烈的圣诞节期呢，咱做伙伫遮来庆祝耶稣的出世。但是接续咧，今仔日是12月29号，圣诞节已经过，咱圣诞糕嘛已经食了。但是留伫咱内心的到底阁剩甚物？也是圣诞节好亲像是一个放一个烟火，嘣一声，非常美丽。但是了后，甚物就拢无去啊。日子照常在过，人生继续在行。毋过耶稣的出世，若敢若限制伫圣诞节迄天，若敢若互咱有一个过节的气氛，但是甲咱的性命、甲咱的人生无任何关系的话，其实圣诞节对咱来讲，就甲遐还未认捌耶稣的人一模一样。因为圣诞节对因来讲，就敢若是一种感觉。但是咱若选择互耶稣的出世伫咱的生命内面发挥影响力，咱的信仰有成长，咱会生出一种互人真欣赏基督徒的迄种生命，咱嘛欢喜去甲别人分享，将天国的好消息传扬出去。这不但无亏欠耶稣互咱的大使命，并且咱嘛会当找到上帝伫咱生命中间所藏的迄个非常特别、属于你个人的一个意义。找到生命意义非常的重要。因为伫现代，真侪人就是找无意义，感觉伊的生命是有也好，无也好。但是咱爱知影，咱的生命毋是白白来一逝。但是咱生命意义是甚物咧？伫歌罗西书第2章尾有提醒咱，咱因为甲耶稣同死，来脱离世间的小学，所以咱无搁互世界所捆绑。然后第3章一开始嘛讲，咱因为甲耶稣同过活，
所以现在活的无阁是我，基督正做我的活命。所以咱是一个新的人。既然是新的人，就要脱离奸淫、污秽、邪的心情、歹的私欲、贪心。贪心就是败五伤，怨愤、生气、恶毒、诽谤、喙内见笑的话，甲讲袂出，遮个代志，咱拢爱脱离。保罗讲遮个代志，咱爱用拍死，即个华语是致死 ，put on death。这是用命令，真无客气的口气，无得参详的口气。因为遮个代志，若无真正互因死，就会因为一点点仔的火纸来死灰复燃。其实咱非常清楚，咱家己，咱定定过的就是一种真矛盾的基督徒生活。咱一骹徛伫基督的信仰，但是另外一骹去徛伫世界。毋过安尼非常的危险。伫美国南北战争的时，有一个种棉花的大地主。伊为着要保全家己的性命甲财产，伊就想到一招，就是伊的裤是穿南方军队迄种鸟车式的裤，但是顶面的衫伊是穿北方军队蓝色的外衫。伊洋洋得意，认为安尼家己一定是行得通。但是真正真拄好，伫某一天，伊同时间拄着南方、北方军队。所以伊伫遐大声喊讲：“我是中立的，我是中立的。”但是这两边的人根本毋插伊。南方的军队开枪拍伊的顶半身，北方的军队拍伊的下半身，伊当场来无命。信仰保持中立是绝对的危险，因为咱的交战毋是抵着血气的。咱是抵着遐办政事的、遐掌权的，甲世界暗示遮个君王，甲天中歹的神类。咱是甲咱无法度征战的气力伫征战，但是咱阁想要凭家己，咱哪有可能会当甲遮个小恶来对抗咧？所以咱袂当双骹踏双船，毋是选择天顶的事，咱就是选择地上的事。绝对无任何模糊的空间。所以对12节到17节，就是保罗教导咱什么是顶面的事。但是常常讲到顶面的事，咱就有一种印象，就是敢若伫未来天堂的生活，我伫遐一定免做什么代志，伫遐逐工伫遐唱歌，有真好食的物件，住黄金的厝。但是天顶的事，保罗讲，安尼的事，毋是爱人去幻想未来伫天里，咱是要过什么款的生活？因为主耶稣教示咱的祈祷文有讲：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这就是互咱知影，天国毋是黄金路，毋是黄金厝，是咱将上帝旨意行出来，互咱现主时四周围的人。会当充满上帝公义，充满上帝之爱。这是耶稣的观点，保罗的观点嘛是安尼。伊讲咱基督徒爱活出基督生命的生活，但是毋是咱家己好就好，毋是我家己我属灵就好，是因为上帝疼咱，上帝拣选咱，所以咱爱脱去迄个旧的衫。并且将怜悯的衫、仁慈的衫、谦卑的衫、温柔的衫、吞忍的衫，甲穿起来。这五领衫甲人拢有关系。所以保罗伊要求的，毋是讲咱注重个人的德行，毋是我家己变了偌好就好，是咱爱甲人有好的关系。怜悯的心。是伫别人有需要的时，就伸出帮助的手。安尼的观念，伫罗马时代是无有存在的观念。因为罗马人虽然真文明，但是因袂去帮助遐有需要的人，因为因认为遐个人是弱者。仁慈、恩慈，原本的意思是发觉真久的酒，发酵很久的酒。
已经无可味啊。所以仁慈的态度就是对心发出，迄个真自然会替别人设想真诚的态度。谦卑、谦虚，就是放下家己原本应该享受的权利。亲像耶稣就是上好的示范。耶稣伊本来是神，但是为着咱放弃一切神应该有的权柄，伊来到世间，为着咱定十字架。温柔伫早时嘛，互人看做是软弱，但是保罗所讲的温柔，是无搁考虑家己，无搁考虑家己，这是非常强大的力量。所以这毋是软者。上尾项是吞忍，吞忍原本的翻译是长期的忍耐。所以吞忍毋是讲我暂时按耐落来，将来找机会来报复。兄弟姊妹，这5项的德行看起来真简单，讲起来真简单，但是咱知影要实践起来非常的困难。特别咱甲人的关系中间，要做到这5项，实在是太过困难。所以保罗伫13到17节，就是咱今仔日这段经文，又做进一步的教导。3宽容，3赦免，非常困难。咱是要安怎去宽容别人，安怎去赦免别人？但是保罗请咱先想着，亲像主捌赦免恁，所以咱嘛着安尼。因为主耶稣已经大声赦免咱，所以当咱想着这点，咱就爱去宽容别人，爱去赦免别人。伫1906年，一位日本人，伊真少年，伊迄当时真少年，伊叫做井上伊之助。少年的井上伊之助，迄时伫日本参加退休会，伫基督教所办的退休会，但是迄当时，伊较接到对台湾来的消息，原来伫台湾服务的老爸井上弥之助，和花莲太鲁阁族的人刣死。所以听到安尼的消息，会艰苦阁想起，嘛点起伊内心想要报仇的迄个心志。毋过迄天退休会的主题就是爱听你的对答。所以伊伫参加退休会中间，伊听迄个演讲，然后伊祈祷，伊改变啊，伊感受到上帝的呼召，伊决定要进行上完美的报复，就是用疼来赢过邪恶。伊决定要用疼来消除冤仇，伊要来台湾进行原住民的医疗服务。所以，伫1911年，伊来到台湾，除了中转去日本治病以外，30几年久的时间，伊拢奉献予台湾。最后不得不离开台湾的时，伊是带着伊3个囡仔的骨灰转去的，因为伊3个囡仔拢伫台湾染病来过身。转去台湾，伊除了传教，伊嘛伫静冈县的东海大学底下做讲师，嘛出版几本关系台湾的册。1966年过身，享年84岁。伫过身之前，伊要得关心台湾的原住民。伊所留落来的话有讲：上帝用咱做肥料，就是要互福音的种子伫台湾的山地结实成长。伫伊的蒙牌顶面嘛刻一个疼，并且下面用泰雅尔的族语写上帝的编织，上帝在编织。所以咱看见一个原本是要来报台老爸的安尼冤仇的人，伊较会当有遐尼大的转变。这是伊家己的困难吗？毋是，咱人拢想要报复啊。这个困难对倒位来？福音的困难，并且这个福音是因为上帝大声赦免咱的罪，上帝主动来到世间解决咱甲伊的冤仇，咱了后才会当得到安尼困难。第二，保罗讲咱学习这德行，
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上帝疼。上帝疼咱，所以拣选咱，也因为安尼，咱学习才会德行的动机，拢爱对疼来开始。保罗嘛强调，疼是结连所有好的德行的关键，是一切的基础。这嘛当对真出名的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疼这段的经文，会当看会出来。但是其实这段哥林多前书13章这段疼的经文，其实爱对12章的尾31节开始看。伫遐保罗讲，恁着切切羡慕遐个较大的恩赐，我用第一好的路线指示恁。保罗讲，什么是第一好的路呢？就是疼。保罗认为，若无疼，你阁偌有才调，你有偌有恩赐，嘛无算得是甚物。因为你无疼的话，你这恩赐对人无利益，这恩赐对人无帮助，甚至养成你的骄傲，造成别人的困扰，这种非常非常的无好。宁可莫有这恩赐。如果咱无疼，宁可莫有这恩赐。杜斯妥也夫斯基就是俄国的作家，有一篇第一篇的小说，叫做《天堂的圣诞树》。这篇小说我已经2个月进前看，但是这篇小说已经藏伫我的内心，无法度互我放袂记哩。伊是讲到一个6岁囡仔，甲伊的妈妈做伙，因可能是对别个所在走到迄个所在，所以因无家己的厝，因是住伫一个暗蒙蒙、看拢无，并且真寒的一个地下室。迄个地下室嘛充满其他真侪人嘛住伫遐，所以迄个地下室根本迄阵是无电火，是爱点灯。但是因无钱买蜡烛，无法度点灯，所以规个拢是暗蒙蒙。迄个囡仔非常的枵，毋知影几啊工无食饭啊。伊嘛非常的惊，因为住伫迄个暗蒙蒙的迄个地下室，所以伊看拢无，伊去问伊的老母，想要叫伊的老母。但是去问伊老母的面的时，是冷叽叽的面，定甲敢若是冰甲共款。这囡仔惊到毋知安怎是好，就摸着伊的帽仔，就走去街路，想要求救。迄天是圣诞节，都里非常的热闹，大家拢伫准备礼物，准备食的。这囡仔嘛拍伫别人的窗仔门。伫遐看人卖遐玩具，伊嘛看到真侪穿啊小的囡仔伫厝内面走来走去，食物件，伫遐耍物件。但是伊徛伫窗仔进前迄个身躯，伊的骹甲手拢冻甲无法度振动。但是伊伫遐看，拍伫遐看，伊嘛感觉非常的快乐。伊佫走去另外一间厝。伫迄间厝内面有一丛圣诞树，伫迄间厝内面的桌顶嘛摆满迄个鸡卵糕，有几个大人伫遐分鸡卵糕予囡仔，所以真侪囡仔伫遐排队要摕鸡卵糕。即个囡仔嘛走入去迄间厝里，伫排队。但是遐人一看，穿甲破高高，你出去，甲伊赶出去。迄囡仔佫寒佫枵，就哭出来。但是伊不得不，伊继续行。沿路看到一间一间真温暖的厝，但是无任何人要帮衬伊。即时毋知影对倒位走出来一寡的歹囡仔。这个囡仔看到伊穿甲破高高，就甲伊拍，将伊摔倒伫涂骹。这个囡仔爬起来。紧走去米，伊找到一间厝人所堆的迄个茶堆。我想讲，我米伫遮一定是非常的安全，所以就将规身躯来揪起来，毋敢发出一点声音，惊互人知影。但是就伫这时，伊发现伊的骹甲手拢袂疼呢，并且渐渐温暖起来，敢若有火炉伫伊的边仔共款。伊嘛敢若听见伊的妈妈出声在叫伊。突然间，有一个声在喊伊讲：“
来看阮的圣诞树吧，来看阮的圣诞树吧。伊看见一群的囡仔，非常快乐，有查甫的，嘛有查某囡仔。即群囡仔飞过来，将伊带走。突然间，伊嘛会当飞啊呢？伊嘛看见伊的妈妈。伊就问遮个囡仔讲：“恁是啥咧？”遐囡仔非常快乐，来回答伊讲：“这是基督的圣诞树。耶稣基督伫即天会特别为着无圣诞树的囡仔准备一丛圣诞树。”后来伊才知影讲，即群囡仔甲伊共款，有诶是寒死伫路边，有诶是互气杀伫外面，有诶是互害死诶。但是这个囡仔自责伫遮，亲像天使共款，围伫耶稣的四周围。耶稣伸出伊的手来祝福这个囡仔。第二天早起，人来开门，看见即个茶堆的内面有一个囡仔的尸体。因了后嘛找到即个囡仔老母的尸体。囡仔的老母比囡仔搁较早死亡，但是即时因已经伫天堂，伫上帝国的面前来团圆啊。当咱若用疼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世间一寡的悲剧就袂阁发生。互人一杯水、一块饼，赢过家己传千篇的大道理。搁较侪温事，搁较侪计划，拢比袂过疼的行动。所以，望咱伫有需要的所在付出疼，显明上帝疼人的心意。第三项，保罗甲咱讲，着互基督的和平伫恁的内心做主。什么是基督的和平？基督互人定十字架，带来人甲上帝、人甲人的和好。伫以弗所书2章14节、16到16节有甲咱讲，因为伊做咱的和平，互两边做一个，拆去迄中间三隔的墙，搁伫恁的肉体血无结冤仇的因端，就是遮个诫命的律法，记载伫规例，要互伊本身将两边做成一个新的人，来成就和平。搁已经伫十字架除去迄个冤仇，要互两边伫一体，对十字架甲上帝和。而且耶稣亲自来成做咱甲上帝、咱甲人中间迄个冤仇的解答。做主是啥物意思呢？做主就是爱互基督的和平伫咱的内心来做裁判。当咱面对迄个无公平的时，咱爱互基督的和平伫咱的内面来做主，毋是咱家己的心意伫遐做主。因当咱家己的心意，咱一定是认为家己拄着无公平的代志，但是即时咱来求基督的和平伫咱的内面。伫约翰福音，伫约翰一书3章19节、20节有讲，对安尼，咱要知咱是出自真实。既若心有所责备咱，要安慰咱的心伫伊的面前，因为上帝比咱的心较大。兄弟姊妹，上帝的心比咱较大，伊知影咱的软弱，伊嘛会替咱做主。第四项是讲到基督的道理，也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十字架的道理咱拢知影，但是保罗提醒咱，爱用逐样的智慧充满伫恁的心，用诗歌、用神的父、三架诗、三苦劝，对恩典伫心内来吟来学习上帝。逐样的智慧，好学本是讲丰丰富富。这提醒咱袂当用咱家己的思考方式，也是习惯，也是背景来限制上帝的救恩。上帝互咱有真侪方法，亲像诗歌、文字、艺术，拢互咱会当来认捌伊。所以咱袂当轻视别人所使用的方法。有的人唱诗歌来敬拜，有的人是读圣经来甲上帝建立关系，有的人是透过伊的画笔、伊的创作来互人看见上帝的美好。既然这些物件拢会当带人来到上帝面前，
咱就袂当批评倒一项好，倒一项无好，因为基督的道理本来就是丰丰富富的。上尾一项就是，无论咱讲话、做代志，咱拢爱伫主耶稣的名来做伊，也对伊来感谢拜上帝。伫1896年，许尔顿有写一本册《跟随他的脚中行》，跟缀伊的脚跡来行。内面是描写一个工人互裁员了后，伊困苦落魄，变做流浪汉，沿路甲人讨钱，拢问人讨钱，但是嘛无人要帮衬伊。有一个礼拜日，伊搁枵搁寒，伊行到一间教会。迄当时，迄间教会拄仔伫做礼拜。伊坐一段时间了后，伊的骹步拢行袂稳啊，因为是太过枵啊，寒干呢，伊嘛有破病。但是伊就拖着伊的骹步，一步一步慢慢啊行到台前。牧师所有穿啊水水水，而且的绅士美女提出一个问题。伊讲：恁口口声声讲要军队主，但是无一个人肯伸手来帮衬一个可怜的流浪汉。请问，军队耶稣的脚迹行，对恁的意义是甚物？过无几工，迄个流浪汉过身啊。但是即件代志，较带互迄个教会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然后就开始有一群基督徒立志要伫生活中间活出耶稣的款式。这是这本册伊的描写。后来这本册嘛影响伫20世纪有一群少年人，因发起一个 WWJD 的运动。这4个字就是讲，请咱伫讲话、做代志进前，请先想看卖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稣会安怎做？耶稣会安怎讲？耶稣会安怎行？兄弟姊妹，当别人知影咱是基督徒，因自然就会用搁较悬的标准来看咱会讲话，看咱做代志。咱就等于是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当咱无经过思考，随便讲话、行代志，去伤害别人，造成人对基督信仰的误解，这等于嘛是伫侮辱上帝的名。所以，保罗伫这段经文，互咱知影什么是地面的事，什么是顶面的事。伊爱咱选择，咱要徛伫倒一边。毋过，伫咱选择进前，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做结论。有一个孤儿，伊自细汉就伫路里做乞食。伊定定去到一间饭店去捡人客食剩的物件。但是有一天，有一对有钱人的夫妇，因来到这间饭店食饭。这个孤儿就甲因讨钱，这对夫妇非常的慈爱，这个囡仔嘛真有礼貌，甲因说多谢。这对夫妇已经60几岁，但是无囡仔。就甲人探听即个囡仔的代志。当因知影即个囡仔是孤儿了后，因就决定要收养伊。所以对迄时了后，迄个囡仔的生活完全就改变了。伊毋免去街路共讨食就物件食。有一天，伊的老爸带伊去到迄间饭店去食饭，食到一半，老爸暂时离开去拍电话。所以只有剩即个囡仔坐伫桌仔顶。跟伊看到隔壁桌的人客食饱离开，但是桌仔顶佫有剩物件时，伊真习惯就走过去食迄块桌所剩落来的物件。这个老爸转来看见，歹头甲伊讲：“囡仔，你即马已经是有钱人的一个小少爷，为什么你的内心佫在想家己要做乞食咧？”兄弟姊妹，因为耶稣的救赎。上帝已经予咱一个新的身份，咱无过是乞食，咱是上帝囝儿。但是你的选择，敢合伫上帝囝儿的身份，也是咱要掠家己是乞食咧？愿上帝赏赐予咱智慧，来做出一个符合咱身份的选择。咱做伙来祈祷。主伫2024年上尾的一个主日，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读这段的话。保罗教示阮要做甚物款的选择的时，主恳求你，互阮有真正的智慧，
互阮知，阮是你的宝血所救赎的囝儿，所以阮就爱选择符合即个身份的生活，也就是上帝国选民的生活。恳求你赏赐真正的智慧互阮，也帮助阮。虽然阮真软弱，阮定定甲人的关系有出差错，阮定定行出你所无意爱的代志。总是主恳求你教示阮，互阮伫怜悯的心、谦卑的心，这事的顶面，会当来行出好的德行，来成做即个世间人的祝福。恳求主你使用阮，互阮的性命，互阮的信心哪来哪加添，互阮伫面对即个世界时，也互阮会当有信心倚靠主。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请咱做伙来读2遍。请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就甲福音2章52节。耶稣的智慧甲年岁哪加添，上帝甲人哪听伊，就甲福音2章52节。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505首，圣诗505首，请起立。坐奉献，请赖玉凡、曾宁仪、陈秀娥技师来负责奉献。我
请起立。请坐。消息报告：第一点，请兄弟到一楼摕明年1月到3月圣港事奉表，也是教会网站下载，以及新眼光读经。第二点，今仔日下晡12点半要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参加。第四点，2025年1月5日礼拜日第一场礼拜中，要举行团契会长、圣歌队队长、敬拜赞美团甲儿童诗班团长，以及三文里牧区各级的主任就任。第五点，本教会设教150周年文字影像历史事工组，定伫2025年1月5日上午10点，要伫教会2楼邀请东海大学历史系王正文教授专讲天路历程、清末台湾基督徒的改宗与认同，由本会扎心甲苏国贤长老担任与谈人，欢迎兄弟参加。第9点，有收集2024年周报的会友，请摕来教会做伙角线，请会记咧写名伫顶悬，收件到1月12号为止。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来的人客。咱教会真侪肢体伫12月失去因的至亲，也拢伫顶礼拜完成这个别礼拜。互咱嘛为着张志发长老来祈祷，为着郑茉莉姊妹来祈祷。伫昨咱嘛伫教会举行咱的张月琴老师的个别礼拜，所以今仔日伊遮的查某囝甲后生拢来到咱的中间，嘛代表因的家族来向咱所有兄弟姊妹来感谢咱过去的关心甲昨的参与。好，即时咱嘛来祈祷。好，咱而且佫介绍，咱后礼拜就是2025年啊吼，所以咱后礼拜咱第一场礼拜结束了后，伫2楼有一个安尼一个演讲，所以请兄弟姊妹会当将时间留落来。即个演讲就是到12点结束，所以请咱会当来参加。好，即时咱来祈祷，咱为着世界，为着台湾，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咱为着咱教会的事工。特别为着今仔日要开小会，遮长老恳求主赏赐因智慧，会当伫明年度的重要事工，会当做一个好的检讨，也恳求主保守咱的建堂事工，咱各样的宣教事工。那么为着怀孕的姊妹邵玉，为着身躯欠安的玉婷、白长老娘、幼春节要伫入院准备做第3届化疗，恳求主赏赐伊快乐。为着方美姐、丁友兄、林水长老、赵荣兄、明珠姐、阿卡姐、道明兄、俊生兄、公基姐、陈其雄长老、以礼素美姐、明理姐、阿菊姐、各元兄，互咱嘛为着头拄仔咱所听见，遮个失去因至亲的遮个肢体来祈祷，恳求主安慰因的心，赏赐因快乐。咱做伙开喙来祈祷。
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平安来行过2024年。虽然伫这中间有经过真侪坎坎坷坷的代志，总是主，阮感谢你，引带阮来平安，会当互阮今仔日坐伫遮来敬拜你。主，恳求你帮助，互阮记得阮生命每一个时刻，你所享受互阮的恩典。虽然艰苦，但是阮看见你的陪伴。有欢喜，阮也看见你甲阮做伙欢喜。主，恳求你伫阮的中间，搁一届引带阮，特别阮的教会有真侪事工伫进行，伫校园也是伫阮的教会内面有遮的信仰的栽培，也是教育的事工、敬拜的事工。恳求你拢使用阮，互阮会当伫遮会当相甲鼓励来行阮头前的路。主，阮也要为着各地宣教师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因，有诶伫真充满战争，也是对基督教真无友善诶环境。主，恳求你享受因快乐，互因平安，也保守因所做诶工，像着政治、富艺、重大，会当诚做有影响力诶事工。阮也为着台湾，为着世界来祈祷，恳求你保守阮即块土地，也保守你所创造诶世界。主，恳求你的公义、你的慈爱会当运行伫其中，也为着华因的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少宇，也保守真济处理有遮的细囝、下遮的青年，互因有智慧会当来养饲，互因有智慧来准备迎接新的生命。阮也为着阮肉体欠安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你保守，互因无论伫病院、伫厝里，拢会当有上帝你所享受的平安甲快乐甲因同在。阮也为着阮的肢体失去至亲的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主你会当安慰因、保守因，也互因接续要处理的代志，拢一尽顺利。恳求主来保守，也伫寒冷的天气，将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恳求主你引带保护阮，互阮会当来。伫即个寒冷的天气，阮有健康的身躯，会当伫你的面前，诚做你忠实的囝儿。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吟圣诗，圣诗391首，圣诗391首。吟诗后，请弹幕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